下你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有冇？第一個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警察局。第二個罰單，罰單，罰單。第三個車號，岔號，岔號。第四個申訴，申訴，申訴。第五個公家網站，公家網站，公家網站。第六個過期，過期，過期。第七個罰款，罰錢，罰錢。第八個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處，你好。係是，我收到一張罰單，罰單當個上片嘅叉號係883，不過我嘅叉號係833，你哋冇誤錯嚟哦。係是哦，係罰單開唔錯，你做得迅速。按用辦迅速呢？你做得到公家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，請方便。好，咁我兩張罰單愛先納麼？我建議還係先納，因為罰單過期會罰錢。那係我迅速成功後，2000會還本我麼？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你。了解咧，希望你。按照來學習一下自己從容嘅對話。首先，呢位係警察局嘅交通處。你好，這裡是警察局的交通隊。您好。呢位係，這裡是，呢位係警察局嘅警察局的警察局嘅交通隊，交通處，交通處。您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們現在整句來一次哦。呢位係警察局嘅交通處。你好。呢位係警察局嘅交通處。你好。下一句係罰單開唔錯，你走得迅速。若罰單開錯，您可以申訴。若罰單係罰單係罰單開錯開唔錯開唔錯，您可以你走得你走得申訴申訴申訴。我們現在整句來一次哦。係罰單開唔錯，你走得迅速。係罰單開唔錯，你走得迅速。下一句，你走得到公家網站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您可以到公家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您可以，你走得到公家網站，到公家網站，到公家網站，用線上的方式，用線上嘅方式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，辦理，辦理。好，那我們整句來咯。特別難，要特別聽哦。你走得到公家網站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你走得到公家網站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下一句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你。如果成功，錢就會退還給您。如果成功，係成功，係成功。錢，客語的錢
拼起来是1声。那我们的华语是2声前，千钱就会就會退还给您，退返本意，整句咯，係宣講千就會退返本意，係宣講千就會退返本意。我哋單元就上到呢，下次家外加油哦。